我感謝陳家珮議員提出今日嘅議案，等我哋可以就住呢個議題提出唔同嘅建議。而我嘅修正案主要有兩方面建議，包括進行全方位嘅人口結構調查，根據未來估算嘅人口組合用科學嘅數據規劃未來嘅配套，同埋全面加強大中小學學生嘅數學同科學教育、人工智能、編程、區塊鏈等創新科技嘅基礎知識，提升下一代嘅國際競爭力。主席，我哋要有可持續發展嘅人口政策，就要有全面嘅人口結構調查，用科學精準嘅數據進行長遠嘅規劃，估算我哋未來嘅人口結構會係點樣。尤其是香港我哋應該朝着精英制人口方向去發展，需要吸納更加多高端人才。所以我哋要估算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唔同領域嘅高端人才、專業人士同埋佢哋家庭嘅數目同埋結構，亦都要了解佢哋嘅背景、經濟狀況，估計各區嘅人口分佈等等。有咗呢啲精準嘅數據，我哋先至可以精準咁去估算同埋佢哋嘅需要乜嘢嘅社會服務啦，同埋需要幾多嘅其他配套，進而進行系統性嘅規劃同埋部署。例如房屋方面，本港近年落成嘅私人住宅以中小型單位居多，佔整體數目嘅超過75%。當中又以40平方米以下嘅細單位增長最快。2023年比起2019年足足多咗80成呢啲40平方米以下嘅樓盤。而外來嘅人才有7成都係選擇中型同埋大型單位嘅。所以預計未來平均每年新增18000至2萬個中小型單位，但係我哋預計每年新增嘅外來人才同家庭就需要25000至3萬個單位。明顯喺呢方面嘅供應係比需求落後最少2成。所以我哋要掌握更加精準嘅人口結構同埋更加多嘅相關資料，按實際需要睇下係咪需要起多啲中型甚至乎大型單位，預先做好房屋規劃同埋部署，以免資源錯配。一方面政府叫人哋生育，亦都收納高端人才嚟香港，但係市場上全部都係納米盤，叫大家點樣留喺度生活呢？醫療方面，根據保險公司嘅數據，近年來越嚟越多港人到大灣區睇病。2024年跨境醫療理賠嘅個案較2023年增加咗23%。2025年上半年跨境醫療理賠嘅比例已經高達3成。而港大深圳醫院亦都表示佢哋嘅門診服務有超過2成係港人使用。預計未來醫療券試點進一步擴展，醫健通亦都可以跨境使用，港人北上睇病會持續增加。政府應該好好整合呢啲數據，再根據未來嘅人口結構去估算港人未來喺香港同埋大灣區嘅醫療服務需求。當然亦都要一併考慮大灣區入邊嘅供應啦，從而對香港未來醫療服務同埋設施作更精準嘅規劃。例如我哋起新醫院，而家喺邊個區起，要有幾多張病床，去調整一下下一個10年建院計劃嘅一個考慮。主席，雖然香港有超過750萬人口，但係國際上嘅大都會城市一般都有900至1000萬人口，地少人多，香港生活成本自然會比較高。我哋盡量吸納嘅應該都係優質同高端嘅人才嚟講，先至係我哋嘅方向同目標。點樣達成呢個目標？我相信除咗吸引外來人才，本地培育基礎教育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好似未來嘅一啲科技方向、人工智能、編程、科學等等。近年大學我哋吸引咗好多外來嘅學生同埋教授。但係中小學呢方面係咪足夠呢？國際學校嘅學額係咪足夠呢？事實上，近年香港國際學校學額需求受到唔同嘅人才政策帶動，而已經有咗明顯嘅增加。教育局嘅推算，2024至28年之間國際學校嘅學位需求平均每年增加4%，但係學位供應每年只係增加1.5%，而且個缺口可能會繼續擴大。因為喺各項輸入人才計劃持續進行之下預計未來5年將會增加至少2萬至3萬名學齡子女，其中有7成係可能會尋求國際學校嘅學位。雖然政府已經有規劃增加供應，包括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通過土地同分配校舍擴建去支援國際學校發展，預計未來幾年可以增加大概2000個學額，但係至今未有具體時間表。短期內供求失衡嘅情況仍然會持續，所以政府要諗下點樣鼓勵國際學校善用現有資源擴班啦，同埋亦要探討係咪可以發展更加多優質嘅私立學校同埋直資學校，俾高端人才家庭多一個選擇，減輕國際學校嘅壓力。最後我都要申報，我屋企人係有經營國際學校嘅。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希望各位支持我嘅修正案。